免问题，请要无客栈。阮客栈非免话说客栈，免话说客栈。有谁刚讲？有谁刚讲？刚讲？玛利亚。玛利亚，欧罗蒙，玛利亚叫多林，草这名，呀，麦空，叫多名，多林草这名，多林草这名。玛利亚的心亚麦空，玛利亚的心亚麦空，玛利亚的心也不空，有谁？有谁刚讲？玛利亚叫多林草这名，玛利亚亚内心亚麦空，有谁刚讲成？他这个这个刚讲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婚事讲成了。有谁刚讲？玛利亚就是那个玛利亚。叫多林草这名，就是草就是河是一起去，他们两个都去，草就是河的意思。草这名，他们一起去。玛利亚的心亚麦空，他的心也不空，就是意思。The meaning is Maria is pregnant， 玛利亚怀孕了。有谁刚讲玛利亚叫多林草这名？玛利亚的心亚麦空，玛利亚 is pregnant。有面分散几个国家，也要托付我们有面努力向上，死不怠惰。祝愿有面学业有成恩，朝向文明进步，永享幸福平安。海来牛牛不海，海来不免平安。